婚姻啊，因为咱的家庭若是当健康，咱的国家就会当永续吼。所以咱就爱保持鼓励咱的台湾是一男一女的这个家庭，安尼咱的囝儿较会当这边听嘛，较会当幸福吼。啊个咱的教育吼，会当放伫咱的国小、国中的这个教育内面吼，这个咱知影学校拢有啥物？啊，怎啊？你可能唔知有一种性平教育吼，有已经这个中性因。已经将这个教育放入这个国小、国中的内底吼。咱讲电影爱分级对无？电影看电影爱分级，啊，咱的教育嘛是爱分级啊，袂使吼，啊，袂心智啊袂成熟的这个国中、国小的囡仔吼，来学这种什么多形性别啊、变性啊、人甲人啊、女甲女的这个情欲吼，所以这拢是无适合咱的国中、国小的囡仔咧学习的吼。所以为着咱，我嘛是有囡仔的妈妈吼，我是有囡仔的妈妈，所以为着咱的后一代吼，一定爱连署，对，三个公投连署啊。联署，我爱将我公投。我们是同意一男一女婚姻家庭哦。同性婚姻他们可以另外在民法以外有一个专法。连的。出埃及记，大家掌声欢迎。我甲各位贵宾说一下吼，咱外口有一个团队，伊是咧先导一个人带一个某，袂当同性结婚啦吼。因为这个大家就签名就使，签名就好啊。真第一个啊，3个提案。袂当查甫带查甫，查甫带查甫啦。你即摆你讲啊？外口连署，大家当要连署啦吼。好，伫遮吼，连署伫遮。嘿，伫遮。啊，这讲我无爱。这个名。我无爱。蔡议员，我咧甲咱讲啊。你会使举手，我会使摕哦。写名就好啊，写名。出埃及记。谢谢。嘿，写名就会使，啊，我再帮你抄，你甲咱写名。安尼较袂。写名就好啊。统一不要啊？统一那个。来，这边下，这边。这几公。嘿，对，来这，都来再下。同性别。我啦就反对。这反对。就是赞成现在的婚姻就是一男一女丢。完了同意以后，他们会不会被抓去关起来？不会。没有啦。他们会不会被抓到立法院？他们也要生存呢。对，就用这个专法嘛，用其他的专法能够啊。他不会害得他们被抓去关在绿岛就好了。他们也需要生存啊。谢谢。不要破坏整个大秩序。